轉眼間10日的日本之旅已經結束，已經準備好行李預備離開酒店，忽然手機彈出了一則新聞，被譽為香港4大才子之一的蔡瀾先生逝世。得知這個消息，心裏感到十分難過，尤其是一切來得太突然。蔡瀾先生一直都有經營 YouTube 頻道蔡瀾花花世界，逢星期五都會直播，與觀眾分享他的飲食心得，也會即時閱讀留言與網友交流。而我也總會趁着直播時留言，希望他會看見我的留言，然後即時與我對答。幸運的是，我的留言他真的有看到，而且還親自回答了。我把當時 YouTube 直播片段連結記錄了下來，也想藉此與大家分享。當中的問題，也許你們同樣也想知道答案。其實，我與蔡瀾先生曾有過一面之緣。那年在九龍城衙前圍道，我曾與他在同一條行人路上擦身而過，彼此只有2-3個身位的距離。真人的他比想象中更高大，約莫6尺高，穿着一身唐裝長袍，陪着妻子漫步前行。那一幕，我直到今天仍然記得。只是當時已能看出，蔡先生真的蒼老了不少。原來當年擦肩而過，是我第一次，亦是最後一次。今年2026年6月25號是蔡瀾先生逝世1週年，我用自己的方式把去年在日本東京旅行點滴，慢慢寫成了一篇篇遊記。整個系列一共寫了12篇文章，剛好對應1年12個月。我想用文字去紀念蔡瀾先生已經離開我們1週年。或許他未必知道，曾經有一位普通讀者，因為看過他的文字，聽過他的分享，而開始學會細味生活，珍惜人生。香港這片土壤，孕育出無數才華洋溢的人物，而香港4大才子，更像是一個時代的縮影。金庸筆下快意恩仇的武俠世界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黃霑用旋律與歌詞道盡人生豪情與滄桑，倪匡憑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帶領無數讀者穿梭未知的宇宙，而蔡瀾則用美食與散文教曉我們如何瀟灑地過活。他們留下的從來不只是作品，而是一整個屬於香港的文化年代。慶幸自己曾經活在他們同一個時空，讀過他們的文字，聽過他們的歌曲作品。而這些觸動心靈的文字，從來不只是簡單的一筆一畫，每一個字背後都承載着歷史、文化與時代。歲月可以帶走一代人，卻帶不走他們留下的思想與作品。當我們翻開金庸的小說，重聽黃霑的歌曲，閱讀倪匡的故事，回味蔡瀾的文章時，仿佛仍能感受到那個屬於香港文化最燦爛的年代。或許真正的離開，並不是生命的終結，只要還有人記得，有人閱讀，有人傳承，他們便一直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。